受獎狀對於鄧麗君嚟講咧，可以講得係司空見慣啦。咁不過每一個獎咧都有佢特別嘅意思同埋唔同嘅意義嘅。你今次獲得呢一個殊榮咧，可以講係佢10幾年歌唱生涯嘅一個心血記錄嚟㗎。就有人話要得到一張金唱片或者係白金唱片咧，都唔係好難啫。咁但係最難嘅就係獲得廣大歌迷嘅支持同埋愛戴㗎。咁鄧麗君以佢甜美迷人嘅聲音咧，為千千萬萬嘅人帶嚟完美嘅聽覺享受。咁唔單止香港受歡迎啊，甚至喺東南亞都同樣係咁受歡迎㗎。嗱，好嘅歌係冇地域嘅限制嘅，咁所以鄧麗君優美嘅歌聲咧，我諗冇幾耐就會傳遍全世界㗎啦。據我所知咧，喺香港獲得呢一項殊榮嘅咧，鄧麗君係第一位㗎。咁啊，再講翻500萬張唱片，其中嘅一半咧就係香港人所買嘅喎。咁即係話每2位香港人咧就擁有一張鄧麗君嘅唱片啦。嗱，我覺得做一位歌手嚟講咧，能夠做到呢一點，的確係好難能可貴㗎。咁唔知鄧麗君自己有啲咩感受咧？即係呢個500萬張呢個係啊！當初我聽到話500萬咧，我都嚇一跳，我都未諗到買咁多張啊，因為好似我未收到咁多次，好開心。點解隔咗3年先出第2張廣東歌嚇？係因為咧，我錄第一隻廣東歌嗰陣時咧，我就好有信心嘅，我諗住我個廣東話梗好掂㗎啦。點知一開始錄音之後咧，就完全唔同嘅，即係講嘢同唱歌呢發音唔同嘅，所以嘥咗好多時間，所以即係令到我覺得自信心破滅，即係打破我自信心。我覺得真係廣東話係咁差嘅咩？所以隔咗咁耐咧，先有諗下再試下啦，即係先有勇氣再試下第2隻。咁呢隻咧就稍微好啲。呢隻碟同上一隻嘅風格咧有少少唔同嘅，就係上一隻碟咧就多啲舊歌，即係人哋已經唱咗啲廣東歌咧，你揀咗嚟。呢次咧就比較新嘅多啲新歌。咁如果問我中意邊一隻咧，我諗隻隻我都中意啊，因為如果我哋唔係中意嘅歌咧，我哋唔會揀出嚟做咗唱片。最近嘅將來咧，都係我自己就打算開演唱會啦。但係咧就想東南亞一次咁巡迴做嗰啲演唱會，所以需要啲時間咧就長啲去計劃嗰啲，需要長啲。